大家好啦，我係黃俊峰。誒、我係張先生嘅主治醫生啦，主要負責佢嘅日常照料工作同埋健康監測。今日我將介紹張先生嘅基本背景資料同埋識別佢嘅基本健康需求，並重點説明詳細一項健康需求。首先啦，呢個係張先生嘅背景資料。而家年齡75歲，常住護老院嘅長者，聽力輕微受損，需要佩戴助聽器。語言就係可以用粵語溝通啦。並且佢有咀嚼困難，需要將食物切碎或者泥糊狀先可以進食。需要長時間佩戴紙尿片啦，同埋日常生活高度依賴他人照顧。喺活動能力方面呢，係需要輪椅替代嘅。喺目前呢，佢嘅食慾差啦，並且情緒低落。我認為佢嘅基本健康需要呢係失禁護理啦、營養及飲食管理、活動與併發症預防，因為佢需要久坐喺輪椅或者躺平喺床上面，所以容易引發壓瘡。之後係聽力與溝通支持，仲有情緒與心理支持。至於重點講喺飲食管理上啦，因為張先生存在咀嚼困難啦，長時間僅可以進食流質食物，呢種無需咀嚼嘅食物口腔刺激較少，導致佢嘅分泌口水都好少啦，味覺嘅敏感度都會下降，所以導致佢嘅食慾下降。點解需要呢一樣嘢呢？希望可以從根本上改善佢嘅食慾啦，同埋降低佢營養不良同體重下降嘅風險。喺照顧嘅點上面呢，啲食物我認為係需要細膩呈泥糊狀，並且冇粒狀嘢，同埋流質食物盡量保持原有風味同埋形態。之後要有豐富嘅食物種類啦，保持飲食均衡，同埋避免乾燥、堅硬同埋有骨嘅食物。喺食物選擇上啦，喺蛋白質類，我建議係雞肉泥、蒸蛋、熱嘅酸奶或者豆腐。喺主食類呢，就推薦米糊、麵糊或者土豆泥。喺水果類就推薦蒸蘋果、香蕉泥。青菜類就係胡蘿蔔泥、冬瓜泥、西蘭花泥。喺餵食嘅需求上啦，如果佢喺床上面，就需要將床頭抬高30至45度，以防佢近親。如果佢係使用輪椅進食嘅話，必須要固定呢個輪椅。之後係可以採用少量多餐嘅食物啦，緩慢餵食。最後係多陪伴、多鼓勵，營造安靜嘅環境。呢個飲食嘅好處係可以適配佢嘅飲食能力啦，並且促進佢嘅進食健康、營養均衡同埋改善佢嘅情緒。喺注意事項呢，需要定期評估佢嘅吞嚥功能，多陪伴嚟緩解因為家族探小嚟帶來嘅孤獨感。之後係一日餐譜示例，早餐我推薦係小米粥糊蒸水蛋。之後上午加餐係熱酸奶同埋蒸蘋果泥，午餐就係雞肉泥、菜泥、米糊同埋冬瓜泥。晚餐就係西蘭花泥、麵糊、胡蘿蔔泥同埋少量嘅魚泥。最後如果有需要呢，可以喺夜晚加餐溫米糊、熱牛奶，並且每日要確保6至8杯水。點解呢個係需要係均為泥糊狀啦？適合呢啲吞嚥困難嘅老人。流質食物可以更順滑，防誤嚥，並且營養均衡。最後總結啦，呢位75歲老人需要高度嘅依賴照顧啦，並且存在吞嚥困難且情緒低落。我哋採用呢啲泥糊狀嘅食物，少量多餐、營養均衡嘅照顧方法，可以保證佢嘅蛋白質、碳水化合物仲有維生素嘅充足攝入，維持體力同埋腸道健康。最後喺餵食過程中必須注意體位、溫度、速度，並配合心理安撫嚟進一步確保進食安全，亦可以緩解到老人嘅孤獨感同埋低落情緒。我今日嘅分享就到此完畢，多謝。